切天人也修罗，该应供养哦。各位，咱有钱啊，好好咧修罗，咱的时间咧偌久，咱若想法咱是偌久，你要有偌济人在这海台，你要有偌济人在这，你偌济时间在这停顿，怎做去啦？迄个宝光重振，王典师叫电了吗？王典师，迄个对不起4月29号恁本来有甲邀请一班迄个遮师伯迄个班次我扫袂去一个啊，抱歉咧，我都排袂出来。啊，对后壁开始就拢袂使啊，但一班抱歉就袂当来。我想按照刷后壁咱甲讲一句安怎你知无？王典师，咱师伯者阮宝光重振道中心要请你来甲我讲一个，我听者拢可以。我是请你来，你要请我去，要请我讲一个，唔通啦，王典师，阮是咧学习人，你煞要来叫我去闹费，安尼也煞得，佮无咯，你爱来啦。我煞听无咯你，因为人5班甲咱换一班咱人请5班人请一班咱就请袂行5班换一班，我线单唔敢讲咧。后日若线单贵拢煞断无去人煞唔知，你一班你互我请袂行，我煞唔信，我后日煞无咱请安尼麻烦啊。所以我嘛是硬着头皮，硬着头皮。迄时咧讲话上天，你知影无？咱公园助理级的。要讲会发生，我若讲无发生，我讲会发生爱上少我就讲会发生啊。但是爱上少我拢袂起，袂起就发生我袂起啊，气到我定我袂起。所以呢，今日我是感觉，既然人家需要，那我就去。迄是讲好讲歹，迄是无拍尾数啊，迄是你家请，毋是我家己有要去啊。我是安尼甲讲所以今日爱珍惜着这个机会。那没有人讲，我们要硬着头皮去，要尝试。我来参加因个大场，迄宝光重振，迄其中成分200-300人，拢总助理级的。宝光重振的建的经理几个人知？宝光重振经费就几千个人，你知？所有的助理你看偌济，因每一个月都助理的教育。都有特别邀请全国的迄个比较有经验的点师，比较能够开荒的，比如说黄南英有那偶然单，你迄个尼泊尔的黄南英，伊前要办，伊前个月就去讲了，伊嘛王检视把控，所以你今日去等来查，他有珍惜这个姻缘，所以咱唔通离迄个无间痛苦。伫遐咧受到遐咧艰苦，基本上来讲起，咱今日叫做淡水轻薄。随时咱今日而且面对着一寡问题，因为有人一定有输，这是绝对的。但是咱有人有输，你看咱圣经，过去讲得到底，拢惊天动地，拄着代志，拢安怎？拢通闹开。这是看咱的境界啊，看咱的圣经啊。咱是毋是讲面对着一切，我怎么去？这个嘛是重罪轻报，人咧甲我相约。若有人受其托伤主凶，若人轻视，是人减税即要过，减税受轻人哦。减税罪业即为消灭，当得安尼得什么目的？不离金刚经1第60分，灵小业中分，甲你讲足清楚，是毋是安尼？所以今日修学道，咱面对着重罪轻报。若人受其托伤主业，若以人轻贱，听好哦，轻贱的轻视看无起，互诽谤，是人减税罪业即为消灭。你过去的罪业即为消灭呢？你迄个三福道。带了瓜子，带了乌喙空，带遐个痛苦，还是要带遮重罪轻报，安怎个消掉呢？我相信有智慧人，爱
忍啊，爱接受，因为迄笑我者、了我者，你敢知影？唔过呢，咱人我们大家做，是不是呢？各理直气壮，我不需要你没有办法，哦，我不走你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今日这种家庭业，唔是别人互人物件。跟人讲起，没有随缘而受，没有随缘而死，无随缘而修，无随缘而起，受持嘛，随缘嘛。因为你这个世界，咱拄着什么缘，你敢知影？咱要面对着什么环境，你知影无？你唔知影，向一个来，对不对？讲的是讲到。像过去的当中，咱有一个讲说，用白得白，用换得换去，是毋是安尼？用高嘛爱高去，成讲这个道理。但拄着紧了拄着紧了到点啊，用其他减袂去，办法用高。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目前的缘。所以呢，因三恶道众生目前中间受到色无间地个痛苦。二无有天色，因本没有空时间来供养，所以这里就没有把三恶道提出来。我拄则讲一寡国语嘛是敢若袂歹啦吼，因为我现在要去遐讲国语吼，啊我吼这个国语吼讲不标准的吼，啊去遐，有时候讲袂出来我闹去，我问讲要讲闽南语还是要讲国语？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讲国语啊，我这大部分都要讲国语哈，或者国语而已哈，这没有关系的哈。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就面对什么。因为我这个闽南语哈，台湾国语哈，听得比较亲切的哈，听得它比较亲切一点哈。所以你在当中呢，如佛拍庙，这点的当中呢。今日咱伫遮当中啊，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好，皆应供养。所以如佛塔庙，佛所供养的是什么物件？这就叫香花、灯、烛、果、茶、食二珠。这个是种供养佛的物件吼，在过去。迄个时阵，就是用这种供养啦吼，即嘛无一定咧供这物件啦吼，即供就讲金钱啦吼，开支票来嘛无要紧，无信用卡嘛无要紧，免一定这物件吼。所以呢，而且来讲，供养可以随力随分，随你因做到偌个范围来供养，但是这个供养发出虔诚的恭敬心，这个福报就真大，就真殊胜。所以为什么供养佛塔庙会要发出那虔诚恭敬心呢？当然，因为塔寺是佛供舍利子的地方，庙供养佛像的地方。今日咱爱上正气正性啊，是毋是拢四方供养出来？好，咱所看到一拍灯，一支二公火，那是伊电风。咱所坐一条椅啊，咱所搭一个床啊，咱所唱的冷气，所有道事拢总咱这道清供养出来。清就是哪良药，清就是良药。但是咱供养这个物件，不敢讲，随力随分，随力随分，随你的力量，随你的因缘，随你的本分。过去人前人讲一句话：有钱你报死，你有够戆；无钱你要报死，你嘛较戆。爱听有无？有钱唔报死是你戆哦。你要第一下，你要人下棺材无钱要报死，你有欠负债要拖你的囝下后壁你囝怨叹。所以今日随力随分，随着你的因缘，有能力的来做，但是唔通有能力的唔做，无能力的就变过头，安尼无正确。所以今日咱为着爱上这个圣诞，我会去这，咱爱上
伫这几十年来内底当中，咱互我领领27年、28年，咱对人讲，即个口梦中导演，咱对四球的口梦中导演，咱对清迈口梦中导演，咱对清代口梦中导演，咱对即个泉州泉州道场，咱对爱上道场，伊到至目前中，离咱爱上做入到6、7、8年，咱如讲中心火场，咱已经7间，咱爱上。这七间的钱对得来，都是随力随分，四方各位前大家所供养出来的。因为咱爱上当时要起1间偌济200万，200万，当时咱金茂新迄个地，咱阿烧过，迄阵咱过了当中把迄个地甲买出。咱迄个地都卖680万，安尼都800万。剩的当中，咱互我是想讲，看人3000万要甲起起来，起会起来咧，哇！愈起数后，我剩我过愈来愈深。3000万来3500万，来4000万，你有听着我讲动4000万动会起来无？动到4500万都动袂掉，4500万动袂掉，讲到5000万，5000万动袂掉，是无包括土地。所以呢，因为随时咱动到要到5000万，但是这钱嘛是有哪出来？随时要欠小花，但是咱能那个讲起来，100%的过关。这个物件就对来共用不他用，大家共用的，你唔能认为讲今日你共用偌济，1千、1万、10万、100，拢总是。1间的1分子，拢总有1间的1分子，甚至今日咱出入咱1间当时各间连，无论老无少，无论囡仔，大家来完成1间所有的工课，咧拼粪扫啦，咧土砖啊大地洗地啦，你想咱总务上，咱费用总务组组长上辛苦，若要搬物件就爱，叫伊。伊就爱开始，调人，调无好调，你毋知影？调无好调，还是无好调，但是嘛是大家欢喜啦，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才甲咱讲嘅，这个塔西是佛的下里地方共用佛上的地方啦就是讲今日咱这个圣人，会参照佛的下里，就是叫做佛的清净心，会使解说。所以庙的共用这个佛像的所在，所以讲到第2点的当中咱看到塔西，当然塔甲西啦伫印度来讲起来，塔甲西是一体物件，塔就是西，西就塔。但是到咱台湾来就变成安怎？庙还庙，塔还塔，塔想讲叫人个塔，西就是佛西语言中国叫做安尼啦所以塔是庙，如果上经之人，咱马上误入了咱的心理叫做庄严。你看到欢喜心，随后你就是生清净心啦。智慧心就是生出来啦功德就无量无边啦。为什么呢？因为咱起了一个清净智慧，这种的心就是无一点的执着，叫做无漏之果啦伊也是恭敬，随恭敬，任温自如。咱这边圣人开通了咱会变得有钱人，看出也重要，迄个也重要。迄阵我听着迄个王先生平时伊迄个因迄个遐送咱的杨导师咱一个人讲也重要。迄个也庄严，就是讲，伊的心已经有庄严性，伊的心就是已经有佛，伊的心就是有清净。所以，安尼当中，随时这个性等